会不会就是因为台湾有很多的，就是像周子瑜都在那个韩国有非常好的发展，就是有没有会特别想要向他们看齐之类的？算是出道没有，就是出道期间还没有说很长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都在努力中。Waiting for you. 안녕하세요, 고승입니다. 由台湾、日本、韩国3个国籍成员所组成的韩团公园少女近日发行新专辑，回归乐坛。成员们抽空接受台湾媒体视讯联访，大家得知台湾疫情变严重，希望各位外出多多注意安全，一定要勤洗手、戴口罩。而我们的台湾女孩 SoSo 聊到台湾美食，透露会委托朋友网购蒸拌面直送南韩，好一解思乡之情。也表示前辈周子瑜赴韩发展顺利，她与成员也会努力向前辈看齐。你们好，首先就是我们这张专辑，因为现在大家的情况都不是很好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，在休息，在边休息，然后也可以边听着我们的歌，就是可以忘记烦恼，忘记压力这样子。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可以就是不要放弃，然后可以多多加强自己，然后我们一起努力下去。我想问说，他们平常有没有什么防疫的小秘诀可以提供给粉丝？ 우선은 손을 씻는 거를 생활화하는 게 가장 중요한 것 같고요. 그리고 휴대용 손소독제를 들고 다니면서 수시로 손에 발라주면 도움이 되지 않을까 싶습니다. 마스크를 항상 잘 들고 다녀야 할 것 같습니다. 队里面有2位外国成员嘛，米娅跟SoSo，可以问一下，因为在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回家乡，他们该如何解释这样子？ 네, 미아입니다. 요새는 통화하는 거 쉽잖아요. 그래서 직접 만날 수 없어도 이런 식으로 영상 통화를 하면서 엄마랑 아빠랑 가족들이랑 많이 얘기를 하고 있었어요. 就是因为刚好现在台湾的疫情也就是慢慢开始变比较严重，而且刚好现在就是活动期，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就是定期讲电话，但是至少都会就是通过讯息的方式来问父母这样子。就是因为我父母有时候也会就是寄包裹来给我，然后我也会给他们吃水果干、芒果干那些之类。平常也有就是有时候会煮菜给他们吃，然后还有像鳕鱼汤啊那些之类的。SoSo 有提到说他有收到家人的包裹，那他自己会委托或是指定有人一定要寄什么东西给他吗？就是台湾的小吃很多嘛，好吃的东西也很多。然后像成员他们可能喜欢吃凤梨酥啊，或者是牛轧饼那些的。然后我自己个人的话，我还蛮喜欢吃拌面，就是蒸拌面之类的。会不会就是因为台湾有很多的，就是像周子瑜都在那个韩国有非常好的发展，就是有没有会特别想要向他们看齐之类的？就是也是刚开始，就是也是算是出道没有，就是出道期间还没有说很长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都在努力中。